思雅，廖学兵的个人资料整理出来没有？目前还没有全部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人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90，这是根据前几天的相处得到的结论。那么糗的事他都没有发表，证明这个人的忍耐力已经异于常人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，我们还是得提高警惕为好。我估计他快忍不下去了。其他的呢？我觉得金钱值可以暂定为30。你看他一身的杂牌，还骑着个破摩托车去上班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有钱人。智力估算是多少？这还用问？根本就是一个二货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这么早下结论。看上去傻不拉几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没摸清他的底线。廖学兵他也不是个笨人，那可以暂定为60。都武力值他，瞧他那样，脚步虚拔无力的，乘以2是我的对手吗？如果照你这么估计下来，也就是30。这个人除了忍耐力不错，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一无是处嘛。看来啊，我们的新对手还真差劲儿。今天晚上就动手。展开！呀，这不是钟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昨天廖学兵去你家了，上火了是吧？不是吧？才去1次家访你就从了？哎，我的事你能少管吗？看来钟摆已经跟廖学兵交过手了，但是我没想到钟摆输得这么惨。今天的计划取消，再看看。用不着这么消极吧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没准啊，学校把咱们已经抛弃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哎，刀哥，我是钟摆。啊，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。哎，钱肯定没问题。行，好嘞。哟，钟摆就是钟摆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又关你事儿了？说什么你？有钱了不起啊？说谁呢？说你呢？干嘛呀？别起内讧了，一会儿上课了。哎呦，钟摆同学归队了！哎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欢迎。好，大家不用鼓掌了。我想钟摆同学已经感受到我们大家的热情和关怀了。现在开始讲课。好。既然大家呢平时不爱听我讲课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讲课了。我们来猜谜语。蔡老师，要让我们猜什么呀？我们来猜一猜古时候谁的胸最小？我知道，是太平公主。真平？是花木兰。为什么是花木兰啊？因为古书记载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他就没有长。那我们来猜猜童话故事里谁的胸最小？小红帽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自己说我的奶奶被大灰狼吃掉呢。等会儿，奶奶是什么玩意儿？蔡老师，你的问题真太无聊了。是吗？那好，那你们觉得我的问题无聊，那你们说说你们平日里最喜欢玩什么？男人啊，爱情。不是吗？爱情？爱情什么东西？来，叫出来看。